我係余夫人啊！今集730玩翻轉，余夫人會帶大家探索龍華區嘅好去處，感受當地嘅獨有特色。余夫人會帶大家行一條紅山人私藏嘅旅遊路線，發掘隱世驚喜。冇錯啊，余夫人上電視啦！精彩內容盡在余夫人 Channel。喺8月初嘅時候咧，就收到 Viu 嘅邀請啦。其實嗰一刻都唔係好相信，因為冇諗過咁好嘅事會發生喺我身上。佢哋就係 Viu 730玩翻轉嘅節目，主要邀請 KOL 介紹唔同嘅地方，而我最主要就係介紹深圳嘅紅山同埋龍華區，因為佢哋知道我搬咗去紅山差唔多年幾噶啦，對附近都好熟悉，而且識得捐窿捐罅揾唔同嘅好去處俾各位觀眾。於是乎我就接咗呢個咁艱巨嘅工作，因為我人生中咧第一次幫電視台拍攝節目嘅。訪問就有好多次啦，例如上年嘅南華早報啦，我要做富翁啦，甚至之前有一集嘅星期日檔案都有我份㗎。當剔咗呢個 offer 之後，第二日我就要交稿俾佢啦。喺我腦海入面就出現咗兩個 idea， 一個就係我住緊呢度啦，龍光九轉，其實樓上咧有好多唔同嘅小鋪嘅。原本我就揾咗4-5間，咁我上去同佢哋傾完之後咧，最後就留低2間去拍攝，一間就係整玻璃，另一間就係整蛋糕。尤其是整蛋糕，非常之推介俾大家，因為除咗個蛋糕好靚之外咧，整1個鐘頭就整到噶啦，所以大家可以上嚟紅山玩之餘咧，可以整個蛋糕拎走翻香港都得啊！最重要係咩？價錢一啲都唔貴啊！詳情可以睇翻 Viu 呢個節目嘅。咁我喺第一集咧就介紹咗一間嘅餐廳，就係笨蘿蔔啦。相信住喺紅山嘅任何人都唔會唔識笨蘿蔔呢間餐廳嘅啦。其實佢哋有俾一個方向我，就係想我揾一啲餐廳係好有特色嘅，但係香港人未必係好食到嗰種味道。咁我即刻就諗到笨蘿蔔啦。佢係湖南菜，係有少少偏辣嘅，但係辣得嚟又好鬼過癮㗎喎。因為唔係個個香港人都好食得辣㗎嘛。而呢一間呢，係好多本地人推介，大家嚟紅山有興趣就過去試下啦。咁紅山嘅標籤除咗係 Costco 啊、天虹啊、6979之外呢，其實仲有圖書館啦、美術館啦，好多唔同嘅 coffee shop。所以我第2集嘅主題就係文青好去處啦，俾大家睇下我俾電視台嘅大綱就係咁樣嘅啦。我會 list 咗我會去邊一間嘅 coffee shop 啦，佢有咩特色啦，詳細嘅地址啊，同埋有啲圖片我都會擺咗喺呢度嘅。原本我係揾咗大約6間嘅 coffee shop， 其實我全部都去揾晒㗎啦，最後就篩選咗3間。資料搜集係最花時間，而且我考慮嘅因素都好多好多。畢竟呢啲片唔係放喺我自己嘅頻道，而係放喺電視上面，有好多掣肘啦，同埋考量嘅因素我都要考慮落去嘅。最後我係用咗1日嘅時間咧，就決定咗4集嘅拍攝內容啦。每次拍攝之前，我會去現場再考察多次嘅，所以呢個大綱咧係改完1次又1次。我記得係應該係第3次先決定好最終嘅拍攝內容。原本係會拍攝光明嘅，但係後尾咧就轉咗做觀瀾啦。咁製作呢個節目啦，除咗要多謝我自己之外咧，仲要多謝我嘅攝影師啦，同埋 Katie 等等一眾嘅朋友啊。冇大家嘅幫忙，都唔會製作啲咁精彩嘅節目俾大家啦。多謝晒佢哋，亦都係多謝各位有收睇 Viu TV 呢個節目嘅觀眾。分享一件趣事俾大家啦。咁由於我一日咧要拍攝2集嘅節目啦，所以我記得我拍攝完呢一幕之後咧，我就要換衫，換第2集嘅衫再拍攝。而去到夜晚咧，就要換翻第1集嘅衫喎，所以我係 keep 住換衫。如果唔係喺節目度，就會好唔連貫嘅啦。之前有觀眾問我，究竟個節目係咪我自己諗啊，同埋係咪我自己拍攝？冇錯，成個節目咧都係我自己構思同埋拍攝，再加一啲嘅粗剪。當然啦，拍攝之前節目組係會睇過啲內容冇問題先會俾我 go ahead 嘅。另外有觀眾問我拍攝用咗幾多日？我記得應該係3日嘅。第
一日就拍攝第1、2集啦，而第2日咧就拍攝第3集，第3日就拍攝第4集。咁原本咧就係簽咗4集嘅，後尾佢哋再問我可唔可以整多4集，但係呢4集咧係要1個禮拜內完成。呢個任務比頭4集更加艱辛啊！我都諗咗一陣，究竟我可唔可以 handle 到呢個咁艱辛嘅任務？最後我都 take 咗呢個 challenge。咁之後嗰4集咧，留待下一集再分享。我覺得我哋可以遠景啦，跟住近景啦，同埋我嘅角度咁樣幾個就算。跟住使唔使影啊？對，一直在火裏面，一直在火裏面。好。你講黐埋好，而家要黐。第2站咧，我哋就嚟咗 coffee shop 啦，因為咧我係會喺紅山咧揾3間嘅 coffee shop 介紹俾大家嘅。而家等緊啲嘢食，嘻嘻！我仲帶咗好多 Labubu 啦，同埋 Crime Baby 一齊出鏡。今日陪我拍攝嘅2位，哇！真實食評真係好好味啊！無論個窩夫啦，又或者呢個富士山蛋佢都好食。下一站嚟到人生照相館，5分鐘之內究竟可以影到幾多相呢？影完啦，超靚超滿意啊！第3集嚟咗坂田北嘅象初揾呢個隱世茶樓啊！每次去到呢，老闆都非常之熱情咁招待我哋，有種屋企嘅感覺。由於我有啲畫面未拍完咧，所以我要揸住呢架車咧喺紅山兜一圈啊，要拍嗰個交通路線啦，同埋少少嘅畫面。好彩有呢架車啫，如果唔係真係有排兜。紅山真係好鬼大。拍完 view 之後，覺得紅山真係冇揀錯，非常中意呢一個嘅地方，充滿熱情活力嘅一個小區。其實我會覺得今次 Will 揾我拍攝節目係一個對我嘅肯定。自從上年3月開始拍攝 YouTube 之後，我就好似冇停過咁，一路喺度直衝到而家，我覺得係算係俾自己嘅一個少少嘅交代啦。之後我會再有其他更多唔同嘅動向同埋突破，因為冇人會知道拍片可以拍到幾時噶嘛，咁所以同時間我都有進行緊其他唔同嘅項目嘅。咁呢個留待之後再講啦。主要係想話俾大家聽，余夫人係 keep 住不斷咁努力，不斷咁鞭策自己，不斷咁進步，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支持我嘅觀眾啦。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次嘅分享啦，如果中意就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余夫人 channel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